俄西亚总统普京宣布放宽核武条件，讲只要有飞弹甲射来到俄西亚本土，就可能动用核武。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刚来看卫福部公告讲，要撤掉日本福岛5关食品进口管制，要开放进口。消基会表示不满，咱的政府就应该加强检验辐射量，而且定期公告给民众知影。若发现讲有问题食品，来随退回停止进口。卫福部4月4日25公告讲，解除日本福岛5关食品输入的管制，包含野生鸟类的肉、菇类、绿油菜等原地禁止的品项，采详尽管理，加上搭配检验。不过，日本禁止流通的品项，有关袂当输入台湾。会不会啊？可以去选择的东西很多啊，因为有时候政府讲的话，我们实在是不太相信。基本上只要符合规格检验标准，基本上我是同意的。福岛食品买入来，民众的看法无同。4月4表示，今年7月23预告调整日本食品输入的管制措施内容。预告期间无特殊的反对意见，在确保食安的前提之下，以科学证据、国际标准做依据。搁再调整日本食品输入的管制措施，维持禁止日本国内限制流通产品品项输台，维持福岛5县所有产品输入时需减负双证，维持至日本所有输入产品需减负产地证明。消基会不满卫福部全面要开放日本福岛5关食品输入台湾，也批评伫预告期就要强烈反对。政府煞有关做出开放的公告，严正呼吁政府加强福岛5关食品的查验工课。这个我们表示非常的痛心啊！但是现在已经开放了哦，开放了，所以我们呢，在退而求其次之下呢，呼吁民众呢拒买哦，拒食。我们在理论上还是担心说，就民众如果接触到一些辐射的东西，大家就担心说会增加癌症风险，还是应该要持续监控。因为有一些放射性的物质，像我们的铯137，它半衰期就高达30年。消基会呼吁政府应该继续密集性加强这寡地区农渔牧食品辐射量的检验，以及定期公告给民众知影。也若问题食品应该随体温之外，也要重新停止进口的作为。除了检验辐射量之外，也要严格查标示，防止假标示或者是标示无清楚的商品来台湾，也要让民众充分知影产地标示的信息。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车队昨日要转去到总统府时，中途煞去撞到一个练厨房的少年人冲出来，险险就要甲弄掉。另外，副总统萧美琴伫咧永和徛街，昨对面是雄雄听到有人开枪，这刷查证是由警察伫咧附近办案，掠人才会来开枪，然后在场的国安人员拢带一个。几啊台车驶到现场，便衣刑警落车，伫咧将办这个窃盗案要收尾的时阵，发生另外一件代志。现场封锁线已经救起来，几啊点钟进前，嫌犯继续配合，超工驶车弄警方，警察连开3枪甲伊阻挡。不过案发的地点就伫副总统萧美琴因徛街楼骹。警察把他挡住，可是他突然就转换方向，就是加速的开走，然后警察就开了几枪。雄雄几啊声的枪声，民众是议论纷纷。警方讲开枪的时阵，唔知影讲副总统因兜就伫咧正对面，不过现场是国安管制区，维安人员嘛随来关心。了后，萧美琴伫咧社群报平安，讲代志发生的时阵，伊无伫咧厝里，嘛肯定遮辛苦执法的人员。也若警方即一届掠到姓谢的主嫌，25伫咧新北市永和较早保二总队的所在偷摕电线，了后登去旅馆休困，警方是随出动掠人。穿着刺青的作案的一个便装衣物，变换假车牌来规避警方的查缉。根据警方的调查，这是集团性的犯罪，主要锁定虾皮的门市，直接偷摕现金。也若犯案的地点分布伫中部以北的地区。今年9月到达，犯案至少已经有18件，上紧敢若用20秒的时间，都把钱偷摕过手，不法所得有甲127万。另外，就伫这几天，嘛标出总统的车队差一点就出代志。少年于人行道上以滑板代步时不慎跌倒，致滑板滑入车道，所幸未造成后方车辆事故。一个少年人伫咧溜厨房，雄雄徛无在，厨房就安尼飞去路中央。
拄好这个时阵，总统的车队要登去总统府经过，加载无够着。警方提醒，这类器材甲文具，敢若会当伫咧密闭的区域来使用，若无依法会当罚500块。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今日国内重点新闻。台南一个住伫咧长照中心70岁阿嬷，顶个月发烧去病院，叫医生发现讲这尻川、生疮佮生癣，加上指控长照中心无甲好好照顾，事后佮放烂，讲因若不服，会当家己去找北京来顾。市府已经介入调查。国光客运一台市府公车，今仔下晡伫咧松山机场不明原因弄到路边的护栏，车顶敢若一个司机甲一个乘客，拢有吊伤送医，加在是拢无大解。这个司机酒测分过是无食酒，但是这详细原因佫爱调查。咱政府对明年开始要启动国家级抗药性管理计划，希望这5年以来成年人抗生素用量爱减少5%。卫生部嘛宣布讲要监测包括生灵甲养乐多这寡相关的产品，看内底菌感受抗药性的问题。继续来看国际新闻。讲到罗西亚甲乌克兰是也未战线，罗西亚总统普京即马是搁再警告欧美国家，讲只要有飞弹敢射来到罗西亚本土，随时都可能动用核武。过去一个月，俄乌战争特别满2年半，为开战到暂时，俄罗斯总统普京一直威胁无排除动用核武，伊立刻召开联邦安全会议，正式设定俄罗斯使用核武的规则甲条件，清楚声明，若是俄罗斯受到中规飞弹的攻击，都有可能动用核武。Агрессию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со стороны любого неядер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но с участием или при поддержке ядер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 как их совместное нападение на Российскую Федерацию. 普京表示，若是发现俄罗斯国内发生包括战略也是战术飞行机、巡航飞弹、无人机、高超音速飞弹甲其他飞行机大规模为空中下境的攻击，都考虑动用核武反击。另外，盟友被俄罗斯若是受到入侵，伊嘛无排除动用核武。普京改变动用核武的条件，拄好是乌克兰毋望欧美国家会当同意乌克兰用稳定飞弹攻击俄罗斯的时间。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是伫联合国大会表示，受到情报显示，普京计划要攻击乌克兰的核电厂。Now Putin does seem to be planning attacks on our nuclear power plants and the infrastructure, aiming to disconnect the plants from the power grid. 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透过卫星收集乌克兰核能基础设施的相关资料。到时阵，伊搁伫联合国大会质疑中国巴西提出的甲俄罗斯和谈的内容，认为会替俄罗斯提供会当继续战争的政治空间。对于战争毁损乌克兰经济基础设施，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会伫26宣布加快支援乌克兰中建的资源。而前总统川普伫北卡罗来纳州的造势活动，都批评泽连斯基拒绝甲俄罗斯协议。到时阵嘛批评川普一直提供乌克兰经济甲军事的援助。Or every time he came to our country, he'd walk away with $60 billion. He's probably the greatest salesman on earth. 川普强调，伊若是美国总统，根本袂让俄乌战争发生。若是伊11月搁一摆当选，会真正结束俄乌战争。伊毋过说无具体说明要安怎谈判来结束这个战争。国际新闻台是董炳耀。继续来看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已经做9年啊，不过这几年是有真侪政策，民众拢真无满意，包括这物价欠悬、甲无厝通税等等。这杜鲁道的支持度嘛，对原本的6成是落到无到3成。那伊所领导的政党地方的补选是拢总选无掉，这刷来伊本人嘛，搁爱面对国会无信任投票的罢免提案。加拿大总理杜鲁道2号伫咧内都小屋接待法国总统马克宏。迄天加拿大国会举行对杜鲁道的无信任投票，最基尾以211票对120票驳回保守党的提案。I don't think Canadians want an election. What they want to see is politicians, legislatures working together and working for Canadians. And we saw that 3 parties in the House can do that. There's only one party that can't. It's the Conservatives. 2021年加拿大顶一届的联邦选举，杜鲁道靠伊的政党甲左翼新民主党之间的协议，会当继续执政。不过9月初，新民主党领袖退出协议，致使杜鲁道的领导地位开始袂在。面对大大领先的保守党党魁，一直希望会当提早选举，所以提出对杜鲁道的无信任投票。
若要通过，就要得到新民主党甲开人政团的支持，不过并无成功。 What we're seeing today is that this House does not have confidence in the European Conservative Party in Canada. 杜鲁道今年52岁，做加拿大总理9年，一直拢是以少数自由党政府来领导国家。根据民调，伊的支持率已经为头一届当选的时阵的63%，到今年6月落到28%。主要原因是因为民众对大的负担，还佫有生活开销增加，感觉真烦恼。今年热人，自由党伫多伦多甲蒙特娄2届补选拢失败。 杜鲁道这礼拜接受访问的时阵，承认讲，加拿大人伫包括油钱甲厝租等等的方面，大头是真重，当你经过真困难的时期。不过，伊嘛为伊的领导能力来辩护。所来杜鲁道还佫面临2项类似的无信任投票案。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美国纽约市长亚当斯传出讲有可能受国外政治献金，但变做是第一个任内就互人起诉的纽约市长。 如今市民甲共党的机关拢要求伊爱落台，不过亚当斯是发冤枉，讲一切拢是挂界的黑白指控，坚持家己是无罪。经过数个月的调查，美国纽约市长阿当斯传出面临联邦刑事指控，虽然目前相关的细节还未公开。纽约时报引述知影内幕的人指出，阿当斯伫2021年竞选的期间，违法收土耳其政府政治现金，而且可能甲中国、以色列、卡达等5个国家有牵连。不过阿当斯真侪个表示，这个指控是对伊个人的造诣。These charges will be entirely false, based on lies. For months, leaks and rumors have been aimed at me in an attempt to undermine my credibility and paint me as guilty. 即马64岁阿当斯是警员出身，也是纽约市历史上第2位非 A 市长，伊甲降低城市犯罪率列做施政目标的第一。不过伊任内却安排亲友做市府的高层，检方目前已经扣押真侪名高官的手机啊，而且抄起假，包含教育总监甲警察局长，因为真侪为市府重要的官员互调查甲解职，致使市政运作困难，引发民怨，要求市长下台。不过阿当斯真侪个表示无要辞职。I will fight these injustices with every ounce of my strength and my spirit. If I'm charged, I know I am innocent. I will request an immediate trials so the New Yorkers can hear the truth. 联邦检察官按算伫美东时间2日公布案件的细节，虽然阿当斯本人无愿意辞职，不过真侪位同款是民主党的纽约州众议员、纽约市市议员，拢公开发文考劝伊落台，而且规范市府运作的纽约市宪章也予纽约州长会当甲阿当斯洗头路的权利。那阿当斯决定落台，会由纽约市公共议政员威廉斯代理市长的职务，并且伫80天内举办补选。公司新闻梁干编译。西班牙的古生物学家最近是证实讲，真侪年前伫咧昆卡市的附近，为着要去高铁所挖到这化石，应该是一种新的恐龙。伊可能是活伫咧7500万年前，大只杜丁卡咬落这款恐龙，伊当生到15公尺悬，体重是有超过10吨，应该是食草的。西班牙新的恐龙化石目前当伫离出土的地点昆卡市无偌远的博物馆的展示。民众会当看到保存真完整恐龙尾溜骨头的化石，还有真大块尻川斗的化石。考古学家利用这个化石，慢慢斗出这种恐龙的模样。因发现这是一种差不多生活伫咧7500年前白垩纪时代的恐龙。伊的脚看落哪像杜丁的脚，是大型两脚类的恐龙，分丝长要15公尺，体重超过10吨。为伊的脚到肩胛头，悬度有甲3公尺悬，号名号做昆卡龙。事实上，当初发现昆卡龙的化石，单纯是意外。Pues el yacimiento de los huecos se encontró en el año 2007 de forma fortuita. Se encontró cuando estaban haciéndose las vías del AVE Madrid-Levante. Entonces, al excavar una trinchera en un pequeño cerro en el que no esperábamos que saliera nada, empezaron a aparecer miles y miles de huesos. 考古学家讲，迄当阵有50多个古生物学家甲助理组的团队，伫高铁停工6个月期间，拢总挖到差不多14000块化石，数量是真惊人。Lo que pensamos que ocurrió es que fue un evento catastrófico, una gran riada que arrastró todo lo que tenía por delante, como cuando vemos ahora mismo una riada por la televisión, y arrastró y acumuló en esta zona de fuentes todos estos organismos, ¿vale? Unos revueltos, unos sobre otros. 目前有的化石还未付分析，先放伫仓库，等专家进一步来研究。
考古学家研判，需要真侪年的时间，才有法度分析出这个化石所为秘密，嘛有可能发现其他新的恐龙的物种。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咱拢知影烘蚵仔真好食，毋过这食了的蚵仔壳要安怎来利用呢？英国有一个建筑师就专门咧回收餐厅人食了要单掉的蚵仔壳，要摕倒来甲加做粉，打造出新的建材，会当减少起厝红毛土的用量，对环境会当讲更加友善。餐厅头家当咧处理这真肥的青蚵仔，结果甲因放上岛，但是人去食了这蚵仔壳嘛，只会当单掉。有餐厅一工就等5000粒蚵仔壳，因为蚵仔壳的化学成分含石灰岩同款。英国的建筑师兼室内设计师，就和伦敦大学学院的巴特莱特建筑学院来合作，用当伦敦的餐厅回收蚵仔壳，再甲因放入气味机刷内面拍作粉，做传统丹麦孔的生物替代材料。刷落来，再搁加入20%的刷含黏土，就会当搁变做全新的材料来创造新的生活用品。We have the oyster tray where we work with the restaurants, where we design this tray so then it can go back into the restaurants and they can serve oyster on a tray. 若是泡物件的盘啊，斯里苏拉油丁搁甲回收蚵仔壳分类，打造变做服装店的配件品。伊搁有搁较大的理想，就是用蚵仔壳来做再生建筑材料，减少红毛土的使用量，嘛降低碳卡热。在红毛土的制定中，会因为爱烧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互看作是高碳排的产业。红毛土产业差不多占全球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的6%。I know the oysters are rich in zinc as an oyster. I didn't know that the shells are full of goodness as well. Anything's better than going into a bin. So yeah, great idea. 美国有名的经济研究公司英鼎集团指出讲，到2050年，发展中的国家会积极来打造基础设施，若无想出替代方案，减少红毛土的使用，红毛土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有可能会高达17%。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我是志刚，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